我現在在白雲國際機場，廣州女婿林丹今天來到了廣州。今日一早喺8·1羽毛球俱樂部舉行新聞發佈會嘅酒店，啲 fans 晨早就圍成咗一片紅色嘅海洋。這是迫不及待的，非常激動。他是我們的偶像，他太棒了，超級棒！嚟啦！大家千盼萬盼嘅係北京奧運、倫敦奧運嘅金牌得主，號稱金滿貫、全滿貫嘅超級型男林丹啊！哇，你睇佢一出場，全場陷入瘋狂，女球迷小英竟然衝破層層封鎖，攞到林丹今日唯一一個簽名，心情特別激動，見到自己的偶像了。因為呢個簽名，小英竟然亦成為明星，因為大家都要拍佢攞到嘅林丹簽名啊！當了明星啦！咦，現場除咗林丹之外，仲有倫敦奧運會女單金牌得主李雪芮，哇，真係星光熠熠！原來今年中國羽毛球超級聯賽開鑼，林丹所在嘅8·1隊主場就設喺廣州啊！當然，聯賽我一定會打，因為我覺得這是不一樣的地方，所以今年的聯賽我一定會全力以赴。廣州就梗係零舍唔同啦，因為你係廣州女婿啊嘛。而家全國球迷最關注嘅就係你同阿方幾時拉埋天窗啊！奧運會結束以後，就一直在抓緊時間，在做一些所有結過婚的人都在做的事情，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。倫敦奧運會決賽，除咗林丹奪冠之後狂奔嘅鏡頭令人印象深刻之外，李宗偉失落嘅淚水亦深深感動咗每一位觀眾。但係李宗偉可能就要繼續喊落去啦，因為林丹話佢退唔退役完全睇李宗偉。我的對手如果能夠堅持到奧運會的話，我覺得這也許也是我的目標之一，因為我覺得無論誰如果他們能做到的話，我相信林丹也會全力以赴地去做到。中國羽毛球超級聯賽將喺8月25號開幕，中意林丹嘅拍檔可以去到8·1隊嘅主場廣州體院籃球館，一睹超級丹嘅風采啊！